中秋节伫要到啊，可能真侪人都有收到月饼，有的人已经开始食。高雄市这个民众啊，食一喙竟然发现奇怪，安那会生菇，惊一个脚紧恶喙，所以就唔敢搁食。所以业者嘛已经表示，已经有人食到生菇，恁到底是安怎做的？即马高雄市的卫生局咧进行调查。 将月饼拆开，内底有8点绿豆丝，真侪人都爱食这味。是讲有消费者所食到生菇的，加一喙的月饼内底也有一角生菇，外皮涉水嘛唔对。网友破文章讲，男朋友将中秋礼盒拍开，竟然发现内底有生毛，经一粒绿豆碰要食，隔了阵内底有加什么特别的物件。 加一喙发现味怪怪，详细看竟然是生菇，惊一个水配掉，赶紧吸落嘴。会怕的，因为还没过期就发霉。当然是会不开心啦。防止控月饼生菇，实际来到业者伫高雄的门市，店内底已经无看到迄落绿豆馅月饼。 卫生局也到现场勘察环境，也将月饼拆开详细检验。像是月饼的制成也是依照食安法的相关规范进行生产。有一类商品已经先下架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厘清真正的原因，对产品做全面的负责。业者讲，制作的过程拢有依照食安法规。月饼的生菇到底是倒一个环节出差错，会配合主管机关调查，目前要联络消费者处理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